叫做这个查某，伊是你的兄嫂啊！哼，我就不爱承认这种亚瑟，我无这种亚瑟啦。你，金莲，我是有啥物所在得罪你？你用来讲啊？为啥愿意踮你的面前甲你赔罪？恁大兄道理好，可惜伊武功不凡，趁我伫咧困，才甲我掠去山顶。我这世人嘛毋捌受到这种侮辱，恁两个兄妹啊，拢是我的仇人啦。今年，这件代志拢总是误会。现在四家甲多家已经结亲了，你何必计较到遐尼真济呢？哈？金莲啊，阮阿兄有对不起你，也无另讲，我才叫伊来甲你赔罪，安尼毋着好啊？紧起来，莫互我磕着啦！我拄才是物人甲我下跋倒，叫人来我看嘛。我一个好小妹啊！多谢小姑，承认我这个阿嫂。我啊，大哥你家嫂共阮求啦。好，我要来甲阿娘讲实话。金莲呐，哎呀，你这囡仔脾气安尼真重。好，姑爷答应你，传嫁你这个卖种棍话，安尼唔就好咯？多谢大哥。杜仙童，竟然甲四顶山成婚。是啊，就甲因兄妹带路，四顶山的大军已经攻破界牌关、甲金霞关了。都解了吗？
竟然敢来违背我苏宝堂！禀万岁，接天官的调阅我求见。哦，赶紧宣旨。是。大哥，关公子也突然间来，敢嘛是接天官也已经？唔通白讲。关公子啊，叫我拜见万岁。刁公呢？你来变成到这个模样，你的职务调总兵呢？万岁。东调万岁西顶山，勇士名号过三关，击败辽兵300万，招呼奸细，招呼奸细死不全。三道关口几时收？劝你铁兵无停留。如今为了保性命，只好放弃，只好放弃所用城。呵，团练三军退走乌龙山。万岁！万岁！禀过万岁，西陵山的大军已攻到咱所用城下了。臣立了万岁四顶山，叩见我王万岁，万万岁！平身，平身。谢万岁。李皇帝啊，你领兵救驾，英勇无比。人讲明死领主，后死百。皇上，这番攻打就苏宝堂及100万的辽兵，也是靠着皇上你的福分。你来咧，靠着众位职主，一同众兄弟之功，三来多加兄妹功劳也建下不少。皇上，多家兄弟是什么人啊？皇上啊，因兄妹都是基本山的这个杜一虎，也甲杜仙童，因为因的武艺不凡，深知敌情，当时急于要救驾，所以劳神为媒，才促成四世祖也甲杜仙童这层的婚事，求皇上恕罪。哦，皇兄啊，你成年之美，辅助国家何罪之有？谢皇上。今洪道仙堂为一片浮云，洪道一号为保堂大将军。谢万岁。媳妇靠近公公，我细心鬼母连这款野合之力为实。爹，上去，将都市兄妹给我赶出去！来，等啦，你慢车。
我再甲恁安排。都是因兄妹，一归情，你不该还人啦，不然留我情。听老千岁回梅情，接心来做主，结我娘。到糊涂要平息大军，受主动以求成分欠妥当，军户之命该未放，夫人你做事啊太荒唐。富水，阮阿嫂出身啊，在山这伊品行端正，美君体。伊阁有一身的好武艺，较为世尊嘅花车。做巧也归门老恨，不遵行，千金之体随君行。贵妇向未责怪你，也竟敢骗人啊！讲人情。呀，苦事的切莫啊！落去声嘞，都该兄妹啊，红着情铁生呀，也三军宿命啊！全在你把我军夫啊，会车你啊！身为祖岁，你无军纪，就请庆鸿何在？宽白之个啊，小铁大丝。做你站起来，两阵混走。别抬头。母亲，母亲，先动，梁山，拢是我害你的。哎呦，你从啥？让我台湾救命了！救命！走！哎呦，害我大爷命！今年创什么呢？大哥，男是为着大好，都无掠去山顶，你嘛袂答应这件婚事着？哎呦呀，迄是恁大兄大声掠阮小妹，啊，我毋才恶意的，你哪会用去怪我的？我敢若要怪你，啊是安怎？什么人都袂用去怪，只怪我自己命该如此啊！
紧的啦！哎呦哎呦，行较紧的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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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惊遐尼办！我咧，遮济岁啊，你安尼甲我拖咧走，你看啦，你看啦，啊！听老千岁啊，求你救丁山的命好无？听别讲啊！喂，啊，紧的啦，求你救阮大哥的命啦！是啦，听老千岁啊，拜托你做一个好心的啦，救阮袂使啦。阮小妹若照管吼，这是小事啦。伊若无吼，我这世人会互骂甲臭头去。无啊，哎呦，啊，等你莫哭啦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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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才讲啦，起来才讲啦。啊，无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啥物代志？拢嘛你做的好代志，你着促成四祭子。一家伊的婚事，即马哦，老王爷受气，唔知要甲抬。啊！人讲好龙随妾无食囝，啊，我都唔相信讲你一个堂堂的平辽王，都不如禽兽。听老千岁，你意思无非是要本岁开写丁山无罪信，也毋过，假使后日这个业主若搁再误得对阵，搁再互美色所迷，耽误了大事，到迄个时阵，什么人敢负担这个责任？我老天的负担。老千岁，恐惊的我袂当答应你。听候我若将业主丁山斩死了后，我将愿亲自赴京来向老千岁请罪。好，请起到！这句才来啊！圣旨下跪，万岁！皇天审问皇帝诏曰：文史王兄，军令森严，小将军虽有过犯，行李破产有功，可下前罪何妨？朝廷即在用武之时啊，以皇兄依罪下罪，下依万岁！师王爷，皇上体弱年迈啊，决定要回转长安。师王爷凡是留守在锁阳城，而且命利罗元帅四定山继续正事，遵旨。过时了。无有骗的，啊！我叫你回去请一个圣旨，你若用白嘛，唔免白到即句才到位，安尼，互我大只安尼急到规身负担担。要我讲有慢，圣旨嘛敢是来啊哩！我互你气到我。老千，多谢你如此爱护丁山。不过，业主丁山虽是死罪赦免，话罪也难饶。啊！啊无啊！啊你拍算是要甲丁山啊怎样啊？哈！听讲苏宝龙现在终身在乌龙山，本岁有意，必命丁山亲自去乌龙山打探苏宝龙的下落。
今仔日是互你抵的呢。你是安怎讲？安怎讲？若毋是为着恁小妹要嫁元帅，元帅哪会着带做出来乌龙岗，伫咧找苏宝洞？阿妈，我也讲毋对。你无做到我毋对咧。哎呀，元帅啊，拜托咧，小休困者好无？我真是足忝的，四肢拢无力啦。哎呀，我讲，什么四肢无力？毋是四肢啦。为安休困的？啊，人伫讲，有心泡石石食庄，有工开山山饼。无论安怎，咱都爱搁继续落去找。搁再找啊？是。这苏宝洞哦，毋知秘伫做一个死人坑，有够歹找。安尼啊喂，哎呀，怪死我！哎呀，在咧徛袂牢，我著甲你叫先行啦。足忝的了。忝，大家嘛忝，感觉来你忝尔。哎呦！对啊！